其实毋过，是学叫的，也是咩话，伊就真研究像自家嘅生活嘅样样哦。学家下毋对，结果一学下去，你就会发现到，哇，佢真嘅是清有灵性，就像糖的是讲法样样。你心情毋好家下，佢咪感受会到，会疲劳也生好。欢喜嘅时节，佢咪会当天啊嚟确定过来，真嘅是清定影响哦。接下来举行嘅部分，然后爱来小几多嘅是戏。一个举行在日常生活当中，直接会用到，用来表达一个动作嘅讯息。一件事情完成过后，就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你看，要用时就会用到戏了。唔管是日常嘅安排，或者是工作流程嘅讯息，一个举行都会拿出来用哦。透过一个举行，做得清楚嘅表达，我想做乜嘅，决定就去做乜嘅，本日嘅沟通行较顺序。嘅所以客家话当中，也嘅是实际嘅情形，做得用摆形来运用，向下来看一下。客家话来去，来去。华语的意思是去，去。客家话来去，华语的意思是去。我先来去参加自贡活动，我先来去参加自贡活动。华语的意思是我先去参加志工活动，我先去参加志工活动。来去。华语的意思是去。我先来去上网查资料，我先来去上网查资料。华语的意思是我先去上网查资料，我先去上网查资料。来去。华语的意思是去。我想先来去了解几道，我想先来去了解几道。华语的意思是我想先去了解他们，我想先去了解他们。南西英强用白话讲，我想先来去了解一点，我想先来去了解一点。人家下学起来也个戏，也只机器。接下来，就会透过也神奇嘅短剧来看一下一个阿爸老阿爷讲到一个学中文通话嘅过程当中，其实啦有当到嘅地方要特别来注意嘅。嘅所以呢，用白话来做分批呢，咪会用一个戏，一只机器来讨论佢条嘅内容哦。